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ning deep.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n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11章。这一章的历史背景是记载在波斯帝国的统治时代，大约是在主前445年左右。当时的犹大省省长尼希米，他带领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后，进入了社会与信仰重建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主前587年，南国的犹大被巴比伦灭亡，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在70年后，波斯王古列他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并且重建圣殿，由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带领回归。到了主前445年，就是尼希米的时代，尼希米带领第3批的归回者，担任犹大省的省长。他集中心力来重建城墙，并且要恢复圣城的秩序。当时的耶路撒冷虽然已经重建圣殿和城墙，但是人口稀少，没有办法发挥应该有的防御和属灵中心的职能。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他就采取抽签，将这些百姓迁入，每10个人当中抽出1个人进城，其他的人就住在乡村。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1节到第2节，这个时候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他的百姓抽签进城。第二段是在第3节到第24节，这里有详细的列出在圣城的犹大、便雅悯人、祭司、利未人，还有守门人以及歌唱者，还有管理者的名单。第25节到第36节记录了犹大和便雅悯其他地区的百姓分布。这一章虽然充满了很多的名单和地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团队分工还有甘心侍奉的一个情形，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有很大的启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第1节到第2节。人民的领袖们都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人民抽签，每10家选出1家去住在圣城耶路撒冷，剩下的就住其他城镇。每一个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众都称赞他。这边有提到人民的领袖们，所以一开始就提到领袖们必须以身作则，带领百姓进入城里面。如果领袖不愿意来，百姓当然就不会来。那其余的人抽签，这就好像是11奉献一样，不仅仅是金钱要奉献，人也要奉献。每10个人当中就抽出1个人，每10个家庭就抽出1个家庭。这也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征召的机制，它要确保
在耶路撒冷的首都都会有基本的人口来做基本的防卫还有运作。那么这里面的圣城，他特别提到，强调居住在这里面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更是为了服侍上帝。那表示，那另外除了抽签以外，还有一群人是自愿的。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可能他们必须要放弃在郊外他们本来有的田产，而搬进这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城市。所以愿意来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表示他应该要有牺牲的精神，这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3节开始。以色列人民、祭司、利未人、圣殿工人和所罗门夫人的后代住在其他城镇，就是他们自己家乡祖业的地方。以下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省领导者的名单。犹大支族的族人有亚他雅，他是乌西雅的儿子，撒加利亚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亚玛利亚、是法提亚和马勒列，他们都是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的后代。从第3节开始，详细的列出住在这个城里面的各个群体，也展现了这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城市所需要的各种机能。首先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支派，这里介绍犹大支派的领袖是亚他雅，他的家谱追溯到法勒斯，也就是大卫的祖先。接着我们来看第5节。马西亚，他是巴路的儿子，古何西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哈瑟亚、亚大雅、约雅利和撒加利亚，他们都是犹大的儿子，是罗尼的后代。法勒斯的后代有468名勇士住在耶路撒冷。便雅悯支族的族人有撒路，他是米舒兰的儿子，约叶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比大雅、哥赖雅、马西亚、以铁和耶筛亚、加拜和撒来，他们是撒路的近亲。一共有928名便雅悯人住在耶路撒冷。细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监督，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这城里的副监督。第5节提到了犹大支派的另外一个领袖马西亚，他是来自示罗尼的家族。而第6节所提到法勒斯的后代有468名勇士，这里特别强调勇士，表示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军事防卫的前线，在这边的百姓他们必须要随时的准备作战。那第7节开始的便雅悯支派，他们的入住人数有928人，是相当多的。第9节有提到西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监督，还有一个是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副监督。这个监督跟副监督就好像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市长跟副市长，所以表示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行政指挥系统。接着我们来看第10节。祭司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雅金、希莱雅，他是希勒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撒都、米拉约和亚西图，他们都是大祭司。这宗族一共有822人在圣殿任职。亚大雅，他是耶罗罕的儿子，比拉利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暗喜、撒加利亚、巴施户尔和马基亚。这宗族一共有242人，是家族长。亚马帅，他是亚撒列的儿子，亚哈塞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米什利莫和英麦。这宗族有128名是善战的勇士，他们的监督是撒巴蒂叶，出自名门望族。这边开始提到的是祭司，希莱亚他是大祭司家族的一个代表。那祭司就是属灵的一个领袖。这边的祭司大概可以分成3类。第12节有提到，在圣殿任职的祭司，他是负责日常的献祭。另外13节提到的是家族长，
他是负责行政管理还有教导的部分。第14节提到的是善战的勇士。其实祭司平常应该是不作战的，但是我们看到这边的祭司他也要负责军事防卫，所以表示在当时这个看守圣殿的祭司，他们也需要有防卫的能力。接着我们来看第15节，利未人有是玛雅，他是哈树的儿子，亚利干的孙子。他的祖先还有哈沙比亚和布尼、沙比泰和约撒拔，他们是卓越的利未人，监督圣殿外面的事务。马他尼，他是米迦的儿子，撒底的孙子，亚萨的后代。他领导圣殿诗班唱感谢的祷告。巴布加，他是马他尼的助手。亚大，他是沙姆亚的儿子，加拉的孙子，耶杜顿的后代。利未人一共有284人住在圣城耶路撒冷。这里提到的利未人，他们是负责圣殿的运作还有敬拜。15节和第16节有提到外面的事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负责圣殿的运作有包含圣殿内的还有圣殿外的。那外面的事务指的是圣殿的修缮啊，或者是采购啊，或者是奉献啊，或者甚至于其他的民间诉讼等等。所以表示在教会里面的圣工不但有属灵的带领敬拜祷告的，那也有行政的，它同样都是一个神圣的圣工。第17节开始所提到的，他们是马他尼，他是领导圣殿诗班唱感谢的祷告，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敬拜团的团长。所以表示在这个很艰难的一个重建的时期，这个感谢和赞美仍然是在他们属灵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利未人一共有284人，比起祭司利未人是比较少的。接着我们来看第19节，圣殿守卫有亚古、达门和他们的亲属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和余下的祭司、利未人住在犹大的其他城镇，他们祖业的地方。圣殿工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俄北勒，他们在希哈和基斯帕的监督下工作。住耶路撒冷的利未人的监督是哈沙比亚的孙子巴尼的儿子乌西，他的祖先包括马哈尼和米迦，属于亚萨宗族，就是在圣殿负责音乐的那宗族。王有明文规定，说明这宗族该如何轮流领导每天的圣殿音乐。米施撒别的儿子比哈西亚属于谢拉宗族，犹大支族，他代表以色列人驻波斯帝国。在圣殿的守卫19节所提到的，他们是负责圣殿的安全。那21节所提到的圣殿工人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厄斐勒这个地方，他们大部分都是外邦的后代，那么规划以后来协助圣殿的一些杂物，所以住在圣殿下方的厄斐勒区。那乌西是利未人的总管，他也是亚萨的后代，亚萨就是负责圣殿音乐的部分。那所以表示音乐的侍奉在当时也是相当的重要的。23节有提到王有明文规定，这个王指的是波斯王亚达薛西，表示波斯王也同样对圣殿的事工的支持。那24节提到米示撒别的儿子，他是犹大支族的，所以他是代表以色列人住在波斯帝国，就好像是犹太人的外交官一样，在波斯朝廷当中来处理犹太的事务，所以是尼希米和波斯王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那在尼希米第11章，这些人物他们代表了教会事工当中不同的职分还有功能，所以可以对应到我们现代的教会事工。例如第一个族长跟首领，他们就是教会当中的属灵领袖，他们要成为信徒的榜样。
所以尼希米当中的这些族长和首领，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并且承担领导的责任，就好像今天的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和执事，他们是负责带领信徒的。第二个部分是祭司，祭司是负责属灵的教导跟祭坛的服事，它是一个神圣的职分。那就好像是现在教会当中的牧师啊，或者是敬拜团一样，他们要带领来教导真理，带领敬拜以及礼拜的一个执行。第三个身份的人是利未人，利未人是负责教会事工协调还有行政的支持。在尼希米记当中，利未人他们是负责殿堂的管理，还有辅助祭司。所以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应到好像是教会的执事啊，或者是全职同工啊，或者是小组长，他们很有秩序的来运作，来帮助教会的各项的服事。第四个部分是守卫，圣殿的守卫，他们是负责教会的安全，还有欢迎的事工，迎接新朋友来的一个地方。他们负责圣殿的安全和秩序。那如果有新朋友来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招待者、接待者，来欢迎会众进来。第五个是音乐的事工，就是现在的敬拜赞美的事工。在尼希米记当中的这些负责敬拜音乐的，就好像是今天的敬拜团或者是圣歌队，借着音乐来引导会众来进入礼拜当中。接着我们来看第25节开始这里开始就会列出了一些没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他们是怎么样的分布在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些土地上。我们来看第25节，许多人住在他们农庄附近的镇上。犹大支族的人住在基列、亚巴、比本、叶甲薛和这些城附近的村庄。他们也有人住在耶书亚、摩拉大、伯、帕列、哈萨、舒亚、别是巴和周围的村庄。他们住在喜格拉城，在米哥拿和周围的村庄，在因、临门、索拉、耶莫、撒罗亚、亚杜兰和这些城镇附近的村庄。他们住在拉吉和附近的农庄，亚西加和周围的村庄。也就是说，犹大人民住在别是巴和新嫩谷之间的土地。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在别是巴到耶路撒冷南部的一个新嫩谷。那这些都是历史上犹大的一个重要城镇。这一份名单，他宣告犹大支派他们重新得回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土地。接着我们来看第31节。便雅悯支族的人住在加巴、密抹、艾、伯特利和周围的村庄，亚拿图、罗伯、亚南亚、夏索、拉玛、基他因、哈地、喜边、尼巴拉、罗德、阿挪和匠人谷。有些以前住在犹大领土的利未人被指定跟便雅悯人同住。这边所提到的这些城镇，他们都是位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包含别特利、拉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战略地位。那有一些以前住在犹大领土的利未人被指定跟便雅悯人同住，因为利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业，所以通常都是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来教导其他民族的律法。这边有特别提到，有一些原本属于犹太区的利未人被派到便雅悯区，这是为了要平衡他们的资源，可以确保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得到牧养。那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尼希米回归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的城墙已经重建，圣殿也已经完成，但是他们的人口仍然很稀少，整个城里面非常的冷清和荒凉。我们知道上帝的计划不是只有建筑物，而是希望有百姓能住在当中。所以尼希米记第11章所描述的就是上帝怎么样呼召一群人，为了上帝的心意能够改变自己安稳的生活，
进到城里面来居住，来重建上帝的圣城。所以对应到今天的教会，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有在意有没有建筑物啊，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活动啊，有没有节目啊，而忽略了一群愿意委身在教会、委身在上帝的一些百姓。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思考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在第一节、第二节所提到的这些愿意走出舒适圈的这些百姓，他们从自愿和抽签开始。耶路撒冷可能不是当时最舒服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城墙刚刚建好，那可能各种资源都不如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所以住到圣城里面，他们是要面对风险，面对一个不确定，还有压力。但是上帝却要有1/10的人进入这里，所以他们就透过抽签啊，或者是透过自愿。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在抽签制度以外，还有自愿的，愿意自愿搬到耶路撒冷的人。我想在今天也让我们反省到，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走出那个舒适圈。第二个，上帝的家里面需要各样的职分，我们是需要团队服侍的。在这一章里面有列出在耶路撒冷当中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是相同重要的。这里面有属灵跟行政的领袖，有祭司，还有利未人，有歌唱者，还有守门人，还有这些处理杂物使圣殿能够运作很顺畅的人。他们就好像是今天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清洁人员啊、总务行政啊、后勤者等等，所以每一个工作都是相当重要的。在耶利米记第11章这里面所记载的，其实没有记载一大人物，很多名字都是我们不熟悉的名字，但是在圣经当中都一一被记下来，表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是可有可无的人。上帝会在意每一个默默付出的人，他不会忘记你在教会当中，哪怕你所负担的是一个最微小的服事。第三个，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群体的委身，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故事。圣殿的重建不是几个属灵的英雄在撑着，有人住在城里，有人住在城外，有人在中心，有人在边陲，每一个人都负责不同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按照上帝给他的地业跟呼召，他们站好每一个岗位。委身是大家都要参与的，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如果耶路撒冷只有几个同工，只靠几位牧者，那他们整个城都是空洞的。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11章的这个画面，是一个整体动员的一个画面。所以让我们知道，教会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它必须要全体一起来参与。今天我们可以用第11章第2节来当作今天的金句，里面提到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相信上帝会纪念那些人委身的选择。那些选择进城的人，他们可能从此收入不稳定，生活会比较辛苦，但是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圣经当中，直到今天都一样被宣读。所以我们也知道，人民也为他们祝福，因为这些人为整个民族来承担责任跟风险所以大家都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要的不只是一个城墙，而是一群愿意为他搬家的百姓。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尼希米记第11章当中找到自己在上帝家里面该站的位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计划当中是在哪一个位置，是在围墙外面的旁观者，
还是围墙里面一同建造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尼希米时代的百姓，不只是只有城墙，有礼拜堂，还有一群愿意住在其中，为上帝摆上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不再只是少数人在忙，多数人在看，而是全体一起进城，一起建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You raise me